形容生蠔，你會唔會淨係識 creamy 或者唔 creamy？我相信唔少香港嘅朋友咧係中意食生蠔嘅，咁我同 Lucas 亦都唔例外。咁接近聖誕咧，我相信好多朋友會出去食生蠔，或者會買生蠔翻嚟自己開。但係除咗最常見嘅 creamy 唔 creamy，其他嘅口感或者味道，你又識唔識表達呢？嚟緊我會教大家兩組形容詞去形容生蠔嘅。咁今日咧會教大家點樣形容口味，聽日咧會教大家點樣形容嗰啲質地或者口感。而每一個字咧，我都會俾一款生蠔大家作參考嘅。海水味 briny briny briny， 一個代表咧就係澳洲嘅 Coffin Bay。金屬味 metallic metallic metallic， 一個代表就係法國嘅 Boulogne。甜味 sweet sweet sweet， 一個代表就係日本嘅 Kumamoto。果仁味 nutty nutty nutty， 一個代表咧就係法國嘅 gelato。礦物味 mineral mineral mineral， 一個代表就係澳洲嘅 Sydney Rock。泥土味或者菇味 earthy earthy earthy， 一個代表就係愛爾蘭嘅 Irish Rock。花香味 floral floral floral， 一個代表就係加拿大嘅 Raspberry Point。果香味 fruity fruity fruity， 咁一個代表咧就係美國嘅 Shikoku。咁生蠔嘅果香味咧其實係比較似一啲瓜類，譬如話蜜瓜或者青瓜。唔知你中意咩口味嘅生蠔呢？學到新嘢記住幫手 comment like 同埋 share。想揾私營英文補習老師咧就歡迎私信我。想支持我繼續拍片或者想輕鬆地揾翻啲過去拍過嘅題材咧，就歡迎訂閱我嘅 Patreon 平台。咁每個星期都會有會員專屬影片嘅。